根据人力银行的调查，今年有4成8的人因为薪水上低、工课压力大，想要伫过年进前换头路。这上热门的产业，前3名是资讯科技、服务金融甲传统的制作业。农历年前，大部分是雇主无用拍员工绩效考核的时机，一般认为这是企业人才流动率上低时阵。不过，根据人力银行的调查，今年有4成8的人想要伫过年前换头路。跟之前的产业差不多，就可能是资讯科技业为主。因为我自己也是北漂嘛，然后就是主要还是薪水比较高一点。技师薪水算蛮优渥的嘛。那再来一个就是技师这份工作刚好可以跟我的喜欢的事是可以相符合的。根据调查，4成8人想要伫过年前换头的原因，大部分是为了追求更较好的薪水，再来是因为工作的压力大，还有职业做较新啊。另外，追求成就感加年终无符合期待，这拢是原因。上受换头路人介意的产业，头一个是资讯科技业，再来是工商服务业，也有金融业，另外还有传统制作业。人力银行表示，若做企业想要留人才，基层员工爱加开5690块，主管级都爱开8537块。在科技产业的部分呢，虽然年终应该也还不错，但是比起往年，可能会让科技产业的上班族会比较有一点期待落空的感觉。那至于在餐饮啊服务业的部分，因为内需市场旺盛，所以今年餐饮服务业他们的年终是值得期待的。专家认为，今年餐饮服务业年终达到期待，就连转职的薪水也希望谈到底薪会当到4万。内需的景气变较好，内需型的服务业薪水当然会较起。记者综合报道。